再来看4年前，台北市的林森北路钱柜 KTV 火烧，有6个人死亡，72个人受伤。检方起诉钱柜的董事长连大生等人。台北地方法院审理了后，今仔一审是判连大生等3个人无罪。公司是防以这案罚30万。这案的一寡员工防以过失致死罪，判1档到2档的刑期，缓刑4档。民事赔偿的部分法院是搁在审理。真侪届现身出庭，直直法庭缓刑。钱柜的董事长连大生旗下钱柜 KTV 林森店，真侪年前拿施工拿营业，认为疏失引发火灾，夺走6条性命，72个人轻重伤。关键的一大原因就是消防设备无正常运作。专案经过台北地院3年外的审理，作出宣判，连大生一审获判无罪。已经告知他了。谢谢关心，谢谢关心。这是在预期里面的吗？谢谢关心，谢谢关心。包含连大生、姓陈的兄弟等人涉嫌犯过失致死、消防法等罪嫌，互判无罪。过失伤害的部分是公诉唔受理。合议庭考量公司分层管理，连大生是董事长，无对店内消防安全事务负责。毋过姓翁的店长、姓张的副店长等人，分别互以过失致死罪判1年到2年，全部得到缓刑4年。姓王的工程包商判3年，钱柜所属的特工公司是以一案罚判30万的罚金。当然是没办法，自救会里面的人都是这样的，可能前期还好，但后来就是发现说开始脑部有缺氧、有受损啊等等各种情况出现，但是一直说自己很有诚意，但是我们诚意没办法看得很足啊。这件重大公安事故，连大生等人含受害人，还有死者的家属和解，50多人红赔9000多万。不过有关有部分无和解，受害人遭伤自救回了后，已经提起团体诉讼，相关的民事求偿搁伫咧法院审理。对判决的结果，检方回应讲，收到判决了后，延期敢要上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